國內呢個金價從10月14號開始就係咧從920蚊就係上升到咧950蚊呢一刻噶但係去到咧下晝又再跌翻落去咧920蚊噶就好似咧排紅一樣亦都反映咗咧當前中國大陸嘅瘋狂炒作噶而大量嘅顧客根本咧係冇能力咧承擔係嗰個風險。好啦，去到10月15號啦，國內嘅金價咧又再迎嚟係歷史性突破噶。好啦，品牌金飾最高個價格咧去到咧係1235咧係人民幣每一克噶。好啦，喺中國內地一個普通嘅人嘅人工一個月嘅工資只能夠買到咧3克咧黃金噶。好啦，咁相當之恐怖，金價咧瘋狂咧上升。佢話而家咧嘅年輕人結婚只能夠咧係租用咧係金飾噶，而且咧租用完就要還翻過去因為咧黃金價格太貴啦。